好各位朋友我叫做 Daniel， 咁就有人叫我咧學生王子啊。點解叫學生王子咧？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咧讀書又好勤力嘅，好叻嘅。但係到咧大概中四下學期開始咧就開始失眠，瞓唔到覺。咁越心急想瞓覺咧，就越係瞓得唔好。我喺名校讀書咧，嗰個競爭非常之大㗎嘛。咁呢個情況咧，我一路延續咧，去到我讀完書啦，出嚟做嘢咧，個情況咧都冇消失到。一方面又有工作嗰個嘅壓力啦，另外咧嗰個人際啊喺個工作裏面咧係更加大呢個嘅壓力啊。個人嘅狀態唔好，就乜嘢都係受影響㗎啦。咁特別如果你喺即係工作嘅當中啊，或者生活裏面咧，都有各式各樣嘅一啲嘅困難啊要處理㗎嘛，咁樣咁咧就會特別咧影響埋嗰個嘅情緒、嗰個嘅狀態。面對呢啲嘢嘅時間，嗰樣嘢本來可能都未必係太差嘅，但係因為個人唔舒服啊、狀態唔好啊、精神唔好啊、情緒唔好啊，咁咧就變咗係百上咧係加斤㗎啦。華人社會對男士有好多性別定型同期望，呢啲對男士嘅精神健康有唔少負面影響。香港心理衛生會得到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贊助，推出咗一個為期3年嘅賽馬會再闖藍天計劃，專門為有需要嘅男士提供精神健康支援。呢個計劃有個叫 Men's Space 嘅手機應用程式，入面有針對男士常見壓力源嘅自學課程。對於有困擾嘅男士，計劃會用階梯支援模式提供介入服務。接納與承諾治療小組會透過活動同分享，教組員點樣面對壓力同負面想法，認識自己嘅人生價值，學習與情緒同行。計劃仲有個案輔導服務，由社工或臨床心理學家提供1對1嘅輔導，提升男士嘅心理健康。另外，計劃仲有唔同嘅興趣活動，包括運動、維修、生活品味等工作坊，仲有男士主題嘅資訊講座，推廣精神健康資訊。咁就喺 Facebook 咧就睇見咧呢個嘅賽馬會再闖藍天計劃。我參加咗呢個計劃之後咧，就參加過一個咧小組嗰個小組咧叫做接納與承諾治療小組。譬如當中有一個觀念咧叫做思想脫鈎，去接納自己負面嘅情緒。因為我個人咧就係比較負面思想啦，但我而家學習咧唔係硬對抗，唔係一定要嘗試咧去搞掂佢趕佢走。容讓佢存在，睇下佢，觀察一下佢，但係容讓佢嚟，容讓佢走。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靜觀啦。靜觀咧就係接納呢個嘅情況，咁咧就係活在當下，去多一點嘅感恩，去回味咧一啲正面嘅事情，一啲係正面嘅思想。我係 Kevin 啦。喺幾年之前，我自己身邊最親密嘅家人啦，係懷疑因為抑鬱症，咁就自己了結咗自己嘅生命。因為當時大家都知疫情，大家都好似喺一個困局入邊，咁自己亦都喺工作上面太多嘅嘢，令到我嗰陣時冇辦法放好多嘅時間喺對方身上，結果就令到呢件事發生。咁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機會俾我去面對翻一個即係精神病對一個家庭嘅影響，然後希望自己能夠做呢個義工嘅服務，可以真係令到成個社會啦對呢樣嘢嘅 awareness 會高啲，同埋即係我亦都希望自己可以幫得一個得一個。我諗喺個計劃入邊咧，參與咗一啲係即係男性嘅互助小組啦，希望透過分享自己嘅經歷，可以大家都有個情感嘅抒發，同埋都知道唔係自己一個面對緊自己嘅問題。咁亦都即係心理衞生會嗰度，我亦都參與咗好多即係宣傳啊、推廣嘅工作啦。譬如去擺街 booth 入到社區啊，向大家介紹即係精神健康嘅重要性啦。亦都希望透過呢啲活動可以即係鼓勵到一啲男性去即係主動求助啦。我諗我參與呢度義工服務都係一路做一路學啦。好多嘅嘢其實我哋都慢慢試緊嘅。
譬如我好相信男士嘅好多問題咧，都係喺一啲性別角色上面嘅定型而引致嘅。譬如即係男人係咪可以求助嘅咧？男人係咪可以喊嘅咧？呢一啲喺我哋自己嘅文化入邊好根深蒂固嘅一啲嘢，我哋有冇辦法將呢啲想像或者將呢啲情感嘅包袱去放低少少咧？另外就係、譬如心理衞生嘅或者精神健康嘅急救課程咁樣，我都係喺即係參與義工服務嘅時候開始去學習呢樣嘢。呢個 skills 好希望唔使用得着，但係希望呢件事真係有需要，佢係發生喺你身邊嘅時候，你能夠有一咁樣嘅能力去幫到一個得一個。我諗呢樣嘢係可以對我嚟講係幫我 relieve 咗一啲我自己嘅遺憾。其實男士嘅角色係咪一定要咁強咧？但係大家都知道自己即係可能身邊有自己軟弱嘅時間，好多時候你逞強其實幫唔到自己，反而好希望大家真係可以有咁嘅勇氣出嚟求助，因為求助本身都係一個勇氣嚇。你唔一定係最強嗰個，你需要幫助，你需要幫助嘅時候，你行出嚟，有人會幫助你。好多時男人唔容易開放自己去接受幫助，但係只要踏出呢一步，有辦法嘅，有出路嘅，有人幫助我哋嘅。